斯坦布尔维吾尔人在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土耳其贸易伙伴多乌舒集团面前举行抗议，并发表声明，要求关闭大众汽车在东突厥散的工厂。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抗议大众汽车在东突厥散的工厂使用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的维吾尔人。由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基金会和东突厥散新一代运动组织的示威活动于2021年6月12日在大众汽车的土耳其贸易伙伴多乌舒集团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总部面前举行。示威者呼吁停止对维吾尔人实施种族灭绝的中国合作。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部于6月10日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关于东突厥散暴行的听证会中受到表扬。主持证词的参议员埃德马基说，自由亚洲电台的维吾尔语部一直站在最前沿，报道数百万维吾尔人在中国遭到酷刑拘留和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因此中国政府无法否认拘留营和国家监视做法的存在。他说，中国政府逮捕和骚扰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在中国境内的家庭成员，以压制自由亚洲电台维吾尔语部服务，必须采取行动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他还补充说，所以本周参议院的战略竞争法将自由亚洲电台的年度预算增加了50%以上，达到7000万美元。共产主义受害者基金会的研究员郑国恩博士、人权观察中国区主任阿里查森和维吾尔运动执行主任罗谢阿巴斯在会议上作证。为期3天的七国集团峰会在昨天第2天会议上采纳一项由美国倡导的全国基建新计划，旨在帮助较贫困国家兴建基础设施，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七国领袖采纳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倡导，名为重建美好世界的基建计划。上述基建计划除了抗衡中国，也要借着G7机制的一个价值驱动、高标准和透明的伙伴关系，去协助较贫困国家兴建基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至今该计划已为横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甚至欧洲的项目提供贷款。虽然中国一直否认这个庞大投资项目别有用心，却导致部分参与国背负无法管理的高额债务，称之为债务陷阱外交。今年早些时候，欧盟、英国和加拿大同时对中国实施制裁，这些制裁包括禁止被指控在东突厥散侵犯维吾尔人人权的官员的财产冻结和旅行限制。有土耳其外长乔乌什欧卢、国防部长阿卡尔、内政部长索伊卢、总参谋长居勒和国家情报局局长费丹组成的高级代表团对利比亚进行正式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将讨论双边关系，并就地区问题交换意见。外交部在官方推特账户上说，总统通讯办公室还发表声明说，这次访问是在北约峰会前在总统埃尔多安的指导下进行的。据悉，土耳其代表团的访问是在6月23日星期三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第2次利比亚峰会前几天举行的。在中国贵州省贵阳市一家工厂发生有毒化学品泄漏，造成8人死亡。官员们说，该泄漏事故系工厂工人在从一辆车上卸载杀虫药使用的甲酸甲酯时发生。在这起事故中有8人死亡，3人受伤，已开始对事故展开调查。近年来，中国与化学品加工相关的致命事故已造成数百人死亡。在2019年，中国东部江苏省一家化工厂发生爆炸，导致78人死亡。